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台北车头的攻击事件后，是有网友讲要伫咧高雄国际机场要来放炸弹甲蹦掉。警方是专案专班，嘛抓到一个30外岁查甫人，经过这检方问过了后，是声称羁押。8个随机攻击案了后，线顶出现那像是模仿的恐吓言论。有网友伫咧面册答文，讲要蹦高雄小港机场，而且真侪届伫咧答文当中讲到公共场所，航警局毋敢大意，遂启动专案小组侦办，锁定一个30外岁姓苏的男性有重嫌，而且已经抓到人啊。头底安全无，互人抓来的姓苏的嫌犯，住伫咧高雄凤山，今年差不多30外岁。伊承认有伫咧网络答文，毋过讲无实际要攻击小港机场的意思。警方伫伊的徛家嘛无发现危险的物品，毋过检方认为伊的行为已经犯法。经检察官复讯后，于晚间21时40分向法院申请羁押。而后亦将持续与辖区内之司法警察机关合作，就危害公众安全之案件强力执法，从严从速侦办，以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航警指出，姓苏的嫌犯行为涉嫌违反恐吓公众罪甲民用航空法第105条，散布危害飞行安全的不实消息，有通判3档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新台票1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毋通伫咧网络留话，也是转传恐吓言论，避免引起惊吓甲模仿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件台北杀人案，警方调查上新的进度，讲这个嫌犯张文犯案是有变装的，佮利用这奥多拜甲 U bike 来移动，造成这警察咧办案是真正困难。因为伊钱的来源除了因老母的汇钱，互伊以外，是并无其他无正常的记录。前号码底无法张文入去台北结婚时阵，头买互监视器翕照面正细致。台北市警方侦办张文的台北结婚随机杀人案件，历历说明上新的侦办进度。经过监视器画面分析，甲离场顶落的查访，发现19张文放火了，烫外套变装，穿号码入去台北结婚，搁在烫号码穿建设假犯案，尾个穿外套加烫外套去成品攻击，变成几多遍。伊刷顶当时阵拢是骑奥多拜加 U bike 2种交通工具移动犯案。伫台北结婚等17粒烟雾弹加3粒汽油弹，造成4死11伤。本案的困难之处是在犯嫌他已经预先勘察地形熟悉的路线，快速翻案之后逃逸、变装，还有更换交通工具，拖延我们的调查。张文自2004年4月到犯案进前，买防毒面罩、烟雾弹、汽油桶等犯案工具，用1年半时间规划犯案。伫金钱方面，伊主要用邮局的口座，大部分拢是摕来纳厝税。除了因老母每一个月汇钱以外，无其他钱入来，其他也管会查。我们是从17点25分到18点38分，一共是花了73分钟来做确认，那后续就启动围捕。这件案件发生了，到即马已经累计超过20件伫网络顶的恐吓答文，讲要伫咧大众运输系统犯案。像有答文讲，22下昼1点半要伫捷运系统引爆炸弹，警方唔敢代志，加强8节、中节加高节的戒备，也加强连接车站的审查。他注册时候的 IP 在尼泊尔，然后在昨天大量发送说要炸北捷的这个讯息是在柬埔寨。代替工会希望政府建立代替人员的紧急应变 SOP， 也要强化保全人员的能力。我们对于保全的这个需求，行政院在这个部分所说的加强安保措施，是能够拿出具体的作为的，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派员警去巡逻，就这么简单而已。实施像他这种样子还是要有一个人格的偏差，才是他一个基础。模仿只是暂时性的，只是在放空气发泄一下对社会的一些乱象的一种感想啊。犯罪预防的学者分析，若发生大家注意的重大刑案，做落来2礼拜是模仿犯出现的高风险期，因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伫网络顶发现恐吓社会大众，想要得到注意，所以要提高警觉，也呼吁媒体莫有影响化的报道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事件当中，头一个勇敢去阻挡不幸来死亡的医生是，这里欢迎内政委员会通过临时提案，表示尊重这家属意愿，和采入去中立事。另外一个骑机车来遭遇不幸的死者，上济一天会当领到180万的补偿金。
台北市长周万安是表示讲，会阁继续协助争取。我嘛为他为荣，毋过但是我都无去。即摆希望讲伊会当尽忠的词哦，我都足欢喜的啦。想到后生伫12月19随机伤人事件，用身躯动刀组织嫌犯伫台北车站内等扣动的计划，伊家请的妈妈目屎四淋水，表示会慢慢放下，也毋望后生会当亲像台北市长周万安所提议的入中练书。差不多3岁、4岁的时候，他爸爸都每天带他去中烈祠一起去上班。为了感念伊家抢的义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通过临时提案，尊重家属意愿，依照保养条例由关照等政府一路系统去提报办理。不过外界嘛关心另外一个死者，37岁姓肖骑机车人，当时伫成品南西店外等人顶扣攻击不治死亡。受害时阵人无伫台北捷运，嘛无伫百货内，你袂武术安怎计算？大概基本上3个方向啊，一个是犯罪被害者保护协会相关的补偿，另外对于保险理赔以及相关的抚恤，所以社会局这边都会会诊。那我们也陆陆续续接到了许多捐款，我们一定会用在照顾这一次不幸的伤亡者身上。面对特别搞的跨年活动，周万安除了要求警察局捷运公司增加警力保全，12月2日也会伫捷运市府站、市府转运站进行高强度的演练。我们每一个车站的询问处，我们都有给站务员有配备，包括盾牌和长棍，这是本来就是郑捷事件之后我们就有准备的。我们有一些是精英保全。精英保全就有准备这个，除了防狼喷雾以及警棍以外，还有这个那个叫电击棒。跨年活动迄天，因为挖近主会场的大巨蛋，当时有艺人的演唱会。台北市政府表示，维安部署包括会设路障、加派特勤小组、防暴犬、防暴车等，整体周边场检也拢会全面警戒。台北捷运董事长嘛讲，迄天主要的车站保全人力拢会加派将近1倍，确保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随机杀人案惊动社会，台北市卫生局嘛伫咧台北捷运中山地下街 R7这个出口有设置关怀站，免费来提供心理咨询。嘛有24点钟的安心专线，敲电话到专人来服务。请假的专业心理师引导民众建立白色布棚做咨询，疏解压力。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真侪民众产生惊吓和不安。北市卫生局为日起到明年元旦为止，会伫中山地下街 R7出口的所在设置安心关怀小站，提供民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如果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话，那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设的这个摊子里面，来去更了解自己目前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这几日有不少人去司法地点献花留言致意，悼念营养抵抗风险的有家长，有一寡心理较脆弱的族群可能出现焦虑、忧郁、失眠等症状。卫生局表示，若无方便面对面咨询，已经启动24点钟安心专线，会当提供心理安踏、甲后手资源转介。目前已经接到10通的电话。有些人本身有一些心理上面的，本来就有在就诊啦。那他听到这个事件之后，他也是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有点担心。就伫这个事件，防破着伤的民众中，有一位是已经通报高食药稳定控制艾滋感染者。事发迄当时，若有民众互血液喷着，未就医的人会当卡1922防疫专线咨询，必要时爱伫72点钟内有风险到校以降低感染风险。卫福部表示，已经有个位数方转介医疗院所做评估。这2天以来，大概接了21通的电话啊，那多数都是担心，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少数啊，大概几个个位数，那么有投药的情形，预防性投药的情形。卫福部也宣布，针对这个事件，提供每人3摆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会实施到明年2026年底，而且无限年纪将款认定，协助民众度过事件了后的心理调适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今日中部以北甲宜兰地区低温大约15至17度，南部甲华南地区是18至20度。日时各地高温是甲24至26度左右，中南部是27至28度。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敢若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沙沙雨。这明仔载东北季风搁要增强啊，就搁要变天，东北部可能会搁落大雨。
讲到这中央普发1万，该市民是会当搁加领一条。该市府讲要加发6000块，市议会是已经通过提案啦，上紧会当伫咧过年之前领到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欢喜的讲，这是天顶落来礼物，伫中央政府全面普发1万块现金了，嘉义市议会历历通过市府提案的进行经济加码普发6000块现金计划，有26万人会当领到。之下有这一笔多出来的经费可以运用，非常的好。今年的11月底，整个全嘉义市的那个户籍人口数大概是26万1000人左右啦。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是以发放现金。嘉义市计划一日旧历过年进前，互民众领到6000块，不过用多一天做基准日也无公布，民代担心会有无公平。起算的日期怎么算，影响的人数，或者是说它的公平性、合理性在哪边？但是市政府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帖。大家关心的有关于基准日跟造册日的部分，那我们将会在近期之内尽快统一对外来说明因为它还涉及到很多单位的这样子的配合，以及我们相关的作业期程。全国确定普发现金的县市，除了嘉义市以外，还有新德市、桃园市、新德县等县市，面对普发现金的提案，都已经伫咧议会通过。不过因为财政的问题无法度执行，有真侪县市就面对提案或者是提议，感觉因为财务状况无法度执行，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了，民众若想要再领到现金，就要看地方政府钱敢有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公布中选会委员7个人选，提名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良，加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柏宪来做中选会正副主委。再是中国时报，婚姻关议会无党籍议长吴凯防指控讲收光电业者1000万块蚵西。互因摕到执照，被依照贪污罪来起诉，判4年10个月，起夺公权3年。最后是自由时报，花莲马太溪桥去大水呛断去，目前断咧去的铁便桥，按算是明年1月底会当完工。交通部长陈世凯是特别指示讲，要提早伫咧元旦就要完成。今这铁便桥有700公尺长，通车了后是不管什么车都无佫限制，拢会当来走。当地民众是真期待。为要赶紧做好马太湾溪港便桥，交通部与外3座包厢将清的认定，过10月18开始施工。这摆特别引进俗称水岛的屁绿色镜头，加速更固拍入河保的进度。主要这个下构冒梁，然后这个混凝土这个桥面都起来了，那大概后面就剩下照明，还有这个护栏、有泽西护栏这些相关交通标示标线的一个工作。在工程人员努力之下，原本按算明年1月底才完工的马太湾溪港便桥进度提前。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去巡视，就特别感谢工作人员以外，也宣布马太湾溪港便桥已提早到明年1月初通车。那我们现在能够顺利在1月1号，让所有的乡亲能够透过这个钢便桥来通行。那包含在元旦假期或者是在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花莲跟台东的乡亲，或者是各地要来这个地方游玩的旅客，我们的台九线会因此而更加的顺畅哈。马太湾溪港便桥全长700公尺，目前干那村 A4 铺面，通车了会取代2边涵港的便道，增加安全性，而且引互各种的车拢通过，时速30公里，复工复地区民众真期待。一定是有效的，因为很多的商家本来都没有信心的，都想放弃了，听说这个便桥要做，目前就等这个便桥赶快做起来。被强化的马太湾溪永久桥重建工程是规划伫115年1月初启动，按算115年12月31成单向线通车，116年12月31全线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有袂少台湾人真爱去到韩国来佚佗。最近所有民众反映讲，伫咧韩国录信用卡、录这 Visa， 所去银行甲扣2条钱。这金管会去了解，表示讲这是韩国因的银行操作有顶打去，已经协助银行落去更正。
社区摄片也有随车看演唱会。韩国是咱国民众热门旅游地点，也不过最近社群上刷传出，几位民众欢迎去韩国摕 Visa 信用卡消费，回国了后检视小单刷出现同款金额的几笔记录，亲像去向中国请款。因为我其实本身是没有记账习惯的人，所以根本不会去看账单。打开之后去对金额，然后发现有很多数字都一样。我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他就说的确授权码都是一样。民众旅卡制度，一笔含票47900块的消费，分别伫12月16、17，甚至19方请款3摆；也有一笔含票41000的消费，也分别伫12月16甲19方中国请款。跟那个 Visa 国际组织有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缘由是因为韩国有一家收单银行，它最近有那个清算系统有操作失误的情况，所以 Visa 其实现在正在协助这个收单银行再重新执行这个冲销的交易。韩国收单机构的账务调整完成，其实它那个账务就会自动变成是正常的。经过了解，毋但台湾民众受影响，全球几啊间发卡机构的持卡人，拢有中国请款的情况。那民众几率会当请发卡机构调整。国际发卡组织他们每天要处理的这个笔数大概都是上百万笔、上千万笔，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知道说，这是错误的交易。为了自己的权益还是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账单。专家提醒，虽然即摆属于特例，也毋过为着避免信用卡中国户店家录唔到，也是做着不少人事投入，民众也是爱养成核对小单习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罗西亚首都莫斯科昨是发生一件汽车爆炸案，这里车顶的一个中将是当场去崩死。罗西亚是指控讲，无排除是乌克兰，就是幕后凶手。监视人员伫停车场这台已经严重受损的白色轿车周围收集证据，车门互人崩开，周围阁有其他的车辆。罗西亚调查委员会指出，死者是中将总参谋部训练部门主管萨尔瓦罗夫，因为车底装爆炸的装置害伊死亡。伊是过去一冬来伫首都莫斯科互人崩死的第3个军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廷已经知影萨尔瓦罗夫死去的消息。萨尔瓦罗夫今年56岁，捌参加车臣战争甲叙利亚的行动。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осмотр места происшествия. Следствием будут назначены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том числе судебно-медицинская и взрыв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Допрашиваются свидетели и очевидцы, изучаются камеры видеонаблюдения. Следствием от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версии убийства. Одной из них является версия, связанная с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ими спецслужбами. 俄乌冲突拍尾4冬，莫斯科当局指控基辅7月真侪件军官甲公众人物暗杀行动，乌克兰承认部分的案件。今年4月，罗西亚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利克中将伫莫斯科郊区因为汽车爆炸死亡。伊当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有收到情报机构针对清算罗西亚高层的报告，表示证据总是会来。毋过无讲到莫斯卡利克的名。去年12月，罗西亚輻射化学甲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中将伫莫斯科互装伫的电动厨房车的炸弹崩死。乌克兰安全局承认这案是因做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尼泊尔政府讲要做一个智慧城市，伫因的首都装大量的监视器。不过这设备拢是对中国来的，这中国监视器，尤其伫咧流亡的西藏人的社区是愈装愈多，嘛互当地居民是真正不安。伫加德满都的波达哈大佛塔，大佛的目睭看到下界众生，金泰附近道路边巷仔底，拢采满几落清代对中国来的监视点影镜头，互附近西藏人社区的民众心内拢惊惊。These things are scary because the cameras are look same as the Lhasa cameras, you know. 今年尼泊尔政府对加德满都的监视器系统做大规模技术升级。主要是要建造智慧城市，保障交通加公共安全。不过已经出现所谓违反监控学生加抗疫人士的隐忧。一寡监视器加云端系统，主要拢是中国的大华加海港威信两间大厂制作供应。中国企业亲像华为、中兴，也伫尼泊尔快速扩张。自城市到边境的山顶，监控设施4月拢旧，害话西藏人就算已经流亡，依然感受到正大压力。Chinese pressure ले तिम्रो त्यो तिब्बतन सेटलमेन्ट गरेर के गर्छ त्यो हाम्रो एन्टी एक्टिभिटिज के गर्छ तपाईँ यो देखाउनु पर्छ देखायो भने फेरि यिनीहरूले केही पाउँछ कि त न्यु जिया त जेको न्युम्बा जोगुन्दो त नि
ngazula jigo wayar ka niling ka yore da yenna ya ngazula shelo kan jomo chokcha ta ji ngazula jigo shelo ya so na kosun zenjo ga gen这个 dimizere 尼泊尔伫咧经济基础建设抑个科技，拢正依靠中国的资金加企业的支持，加北京关系正密切。美联社报道，尼泊尔警方会配合中国的立场，伫西藏恐怖或者是达赖喇嘛生日这款敏感的纪念日前后，控制反华加挺西藏的活动，甚至提前掠人。限制西藏人伫当地行动自由，抑个声音。以前每年拢有几落千个西藏人伫尼泊尔要求庇护，抑过去年只敢剩个位数。有真侪西藏人怎么也选择要离开？伫咧尼泊尔的西藏人人口已经自2万多人减到剩一半，甚至更较少。公司新闻是会中北京。日本年较大议会是正式通过讲，要支持当地，也就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型的核电厂，搁在停放，相信明年1月就要开始运作啊。不过附近是经历过核灾的福库西马的居民是惊讲会搁再造成不幸。当地居民甲福岛核灾体验的民众，伫咧新式关机区外口6度的低温，差不多有300个人反对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52岁的大和县主，原底是大兴町的农民，核灾了后搬去到新式务农。伊坦白讲，看到这款决策，心中真惊吓，也真不安。福島原発事故の影響により、精神的、身体的、経済的、さまざまな被害を受けた人たちに、再び原発事故の被害を及ぼすリスク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に恐ろしいという正直な気持ちがあります。议场内底会议当咧进行，煞不时传来抗议的声音。新式关议会2日针对地区回甲英式的市民投票，也等于是对核电厂停放表决。伫53席议员当中，由自民党主导的多数派系投赞成票，落尾以多数优势通过决议，同意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全球上大的北基价武核电厂是伫咧东京西北边差不多220公里的所在。自2011年福岛核灾了后，就关到呾。后来日本33座会当运作的核反应炉当中，有14座陆续开放，希望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瓦克。北基价武会是东京电力公司自福岛核灾以来头一届重新运转的核電廠。当社としましては、福島第一の事故。あれと同じような事故は二度と起こさ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これをずっと持ち続け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潟の皆様にももちろんそのよう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ない、そういう強い気持ちも持っております。日本目前将瓦克进口的燃料，首相高市早表态支持重开核电，也强化能源安全。东京电力公司预计上紧明年1月尾会重开6号机组，高一个反应炉恢复运转，东京地区电力的供应就会当增加2%。东电也承诺未来10档以内对新习惯投入1000亿的日票，只是民调显示，当地也是有7成的民众对东电营运感觉真不安。要安怎伫能源需求甲民众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可见政府甲业者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英国斯洛普下的一则运河发生崩坏意外，凹一个大坑，嘛造成规河水是快速下降，船只拢塞伫内底。中国对欧盟27个的固零制品来扣动税，上档要扣到42.7%，欧盟就批评讲，这实在是不合理。美国限制辉达的先进晶片卖去中国，不过有媒体指出讲，中国的科技公司腾讯是利用日本产业来生产地摕到这先进晶片。继续来看一只中国军船踮台湾咱恒春外海来公布，话讲美国海军、美国军机你当咧接近中国台湾，要甲赶走。美军是回呛讲美军是遵照国际法，伫合法的海域来进行合法的军事行动。强基南一直交代17几天到18透早，恐怖查到40台强机，8只强南侵扰。军事专业记录18环境1点外，有一只伫恒春外海停留的强南，想要广播赶走附近的美国军机，不过美军应讲，伫台海有航行自由的权利。美国军机，这里是中国海军界限，已正接近中国台湾20海里，风暴级记录。感
Chinese naval warship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进前国防部公布中国第3只航母福建号窜过大海的监控相，部长郭立雄当时表示，判定福建号要登去上海造船厂进行发解。不过，香港南华早报甲新加坡联合早报采用社群媒体流传的卫星影像指出，福建号甲辽宁号航母当做伙停伫青岛军港，即阵可能伫沿海展开上航南偏对演练。如果说是辽宁号跟福建号演习的话，它势必要跨出第一岛链，针对日本警告的这意味会更强的。学者认为，这片上航南演练是不是窜过伫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是观察的重点，尤其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行动象征日本的意思真重。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讲，无认为首相擱置早苗必须撤回台海议题发言。難しいというよりも撤回する必要がないと思ってます。当时甲擱置早苗关系真好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邱胜田光一带团访台会见赖总统，双方拢强调希望台日关系继续加强。相信未来日本将对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衷心期盼台湾和日本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す。現在日台関係は史上最良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こうした交流の機会をさらに増やしていくことが日台関係を一層後押し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因为日本国会会期结束，包括参议员龙坡宏文，也甲捌担任法务大臣的众议员林木新友，也拢分别组团来访。所来日本调研会有将近30位国会议员陆续访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宪法法庭的5位大法官顶礼拜判决讲，这宪诉法修法是违宪的，和在野党是真正不满。这国民党团长就去告这5位大法官。另外，这在野也针对在位法的修法来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按算今仔这立法院倒背败案。知法犯法，判决无效。无认同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判宪诉法修法违宪失效，立法院国民党团22到北检对大法官谢明阳、鲁泰龙、蔡彩珍、陈良武、尤必祥提枉法裁判罪告诉。就算你不根据新的宪诉法10人的标准，原来的宪诉法也必须要遵守现有总额的2/3。才能够开会来议决告发检举这5位违法滥权的5位大法官。不要抓做谁喊抓谁，支持宪法法庭。国民党团提告的时阵，现场有民众抗议批评拿下，和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另外，在野立委也不满呼吁外副署外执行在位法修法，提案弹劾赖总统。按算23第立法院庭事委员会败案。上近26议会提立庭表草案，一直全国办公厅会邀请被弹劾连赖总统到立法院说明。那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520左右来进行有关于弹劾的投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宪政程序。蓝白联手启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1次的弹劾总统案。而他们心知肚明，他们在国会并没有足够达到2/3的席次，所以这是空抛弹的弹劾，这是虚张声势的政治动作。民进党立委反击讲，若被申诉无法度和弹劾案成立，只是想要用弹劾庭事，和赖总统接受立委的紧问急答，调野一直互相过招，对立的情势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有几个立委去到中国厦门参加活动，引起众人的质疑，讲敢是去接受中国的指示。立委洪小玲就强调讲，这拢是自费的行程，这陈玉珍嘛讲，因拢是光明正大。因为日行就呼吁讲，莫阁阻挡国防法案，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讲，恁唔是咧听中国交代任务。国民党立委洪巧玲及透过面册分享去厦门参加大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佮副市长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浩炎的合照。除了以外，一个媒体报道参加立委各户林书明、邱淑华、叶元之、郑正琴、吕玉玲、涂宽嘅7人。民进党政府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大陆事务，那对于这些愿意奉献心力、关心台胞、关心台生、关心台商的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又要
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没有鬼鬼祟祟附中这件事情，就算去中国大陆也是光明正大。我们是自己自费的行程，这个难道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陆委会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让在野党的委员们去做，你应该是给我们肯定，而不是在那里阻挠，在那里抹黑。陈耀典承认，但邀请其他拿会，洪耀仁强调是自费参加活动。民进党伫县党团要求相关委员等台湾了后，用实地行动证明并无去中国领事，唔通够主动去中国报备国安法案，甲国防军备无算。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名去中国的这7位国民党的立委，不管你们是去那边跟台商交朋友也好，还是要去跟中国台办人士见面也好。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的指示，回到台湾来，到了立法院，在明天召开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看你实际上的作为有没有将附中报备的法案纳入审查。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强调，立委去中国立款的国安法案，伫真济委员提案之下，已经做到主动751摆。这报备机制，敢若是提醒风险，毋是许可制，也无限制委员行动甲言论自由。议员和国民党全面来反对。记者综合报道。昨伫高雄国际机场有一个外国旅客，在过海关，叫海关认为讲伊的行李是有问题。要搁在检查时，这旅客煞走干那飞，冲出去管制区，一路冲去停车场，也是互抓到。最后嘛，确定伊行李是有藏毒品的，嘛是高雄国际机场53年以来头一个。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一个穿乌衫乌裤的人雄雄公公走对外面去，后面有2个人手拿笔拿挂约出去。边仔旅客看到这颗办事，拢随动点。高雄国际机场日一晚到雄雄出现一款走烧肉的画面，有民众拄啊搁在排队等停车，讲有看到远景在抓一个外国人，不过无清楚原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押回来了。对，那他身上有带什么东西吗？或是没有？没有看到，他都空手，就是很刑警把他押进来。警方表示，即摆外一个查甫人伫咧入境通关的时阵，海关人员因为感觉伊的行李检查无啥对当，所以要求其去检查台复检。不过嫌犯一直下体无愿意配合，探入境的人顶过来，行李一拍开，起卡就拢，一路冲出管制区，走到外面的停车场去。加在警方甲海关人员拢真猛扯，连伊都甲嫌犯抓回来。这嘛是高雄机场开办国际航线53年来，头一摆有嫌犯诈毒拒检冲出管制线。迅速在约3分钟围捕制服犯嫌。该男子因涉嫌携带违禁品入境，已触犯刑事法相关罪责。本分局已依法逮捕该案侦办中。因为台北捷运发生攻击事件，这阵大家对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拢真重视。警方表示，事后确认嫌犯的行李内底有藏未足毒品，目前专案也依法侦办。另外，航警局要针对国内机场提升安全维护的级数，派警力加强戒备，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雄场报道。今日台北发生攻击事件，这件事件了后，敢会出现模仿效应？亲像昨昏台铁就接到有人有个讲，要伫下晡1点半，伫咧捷运甲台铁甲高铁办做伙车头来抗炸团。这台中甲高雄的警察嘛，唔甲代志，加强巡逻。警员提金属探测器伫花圃中找找，敢是有可疑物品，甚至连消防栓箱甲粪扫桶拢无放过。台铁21暗接到不明人士预告，要伫转台甲捷运公告的主要车站放玻璃物，预计2日下到1点半引爆。台中捷运高铁台中站是3天公告，捷运警察队随从线顶巡逻警力为6个人提款，90个人转线安检。可能会藏疑似暴力物的地方，比如说死角处啊，比如说储物柜啊、厕所啊、垃圾桶啊这一类。防身术这个重要性，以及自我是否该准备说，我需要去准备防狼喷雾啊，或是辣椒水等等的东西，那我会比较着重在这部分。坐车旅客规矩意识提悬，台中市为27到明年元旦，都有3场大型演唱会，市府宣布中正各大火车站、大型体育艺文场馆加指标性商场等96个据点启动，警力以及部署专车进入警戒。这96个据点包括39个公共的大众的运输的场站，包括中捷，包括各大火车站等等接驳点。
高雄火车站到高铁左营站也传咧等，警员请装备巡逻，旅客讲会烦恼治安，无必要唔敢坐大众交通工具。是现在太多奇奇怪怪的人了，对，真的会怕。如果不是非必要，我也不敢搭乘交通工具啊。23号，会由警察局主导来进行各项的兵棋推演，那在29号也会做这个实兵的这个演练，在年末必须提高维安的这个强度。高雄市府表示，已经出动200名警员，搭配铁路警察、巡守各交通中心，为着后手耶诞节甲跨年会由警察局主导维安兵棋推演甲实兵演练，若有危及公共安全行为，会以优势警力排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呀，线落来，有耶诞节、跨年这大型活动，都立规是建议讲，若搁有这类似的事件，都应该比较低档甲风台来发送细胞简讯通知民众。也运用 AI 技术监测公共场所甲有紧急的事件，互维安单位会当随时了解。19办公暗，伫咧台北车站、台北捷运中山站外口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了后，民众到当出门有关会心惊吓。尤其各县市说来也阁有耶诞节、跨年一寡大型活动。8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社会治安维护来做检讨。有国民党立委提出，随机攻击发生的时，应当比较地当风台向民众发布细胞简讯。就是可以未来可以发这个细胞简讯的部分，非常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相信民众收到这样的简讯，当然可以达到疏散撤离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的相对参数没有那么明确的话，反而会造成其他更多的疑问。但是我刚有提到，这个相对的这个程序是有的，如果市政府觉得有这个需求，那跟行政院的这个灾防办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他们会做比较好的评估。针对这届攻击事件嫌犯犯案的时间拖3点钟久，有民进党立委嘛针对规个社会安全网、警方效率，也有紧急应变机制提出质疑，建议未来应当运用 AI 技术来监测公共场所敢有人定惊吓、走踪、倒会等等的状况，通互维安管理单位即时了解情形。其实曾经要想做一些影像的辨识你们在台中的丰原火车站其实就有这套设备了嘛？但是那时候对不对？因为监察院有是啦，因为人权嘛。那我们现在不是要你去做人脸做什么辨识嘛？对特殊的情况一发生，马上其实 AI 现在都可以处理啦。是这个我们来做研议好不好？面对这款随机攻击的事件，警政署嘛表示，会搁加强环向的互相联络，也有第一线的应对训练。另外，即马台湾全面安全指引也搁引起讨论。有立委指出，民众对这内底根本就无通了解，讲拄到这款代志，会当安怎来保护家己的安危。内政部表示，明年会搁出新版来改进内容。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媒体咧报道这款攻击事件，嘛有靠站的。有民众就咧反映讲看这新闻直播，看新闻拢是看到这凶手咧犯案的画面，甲犯案的方法，可能互人有样看样。嘛认为讲这新闻应该就要加强宣传防卫意识，毋是增加社会不安。顶礼拜五，伫咧捷运台北车站中山站外口发生的随机杀人案件，大家无论是新闻还是网络，拢有真侪讨论。有民众反映讲，亲像新闻直直报凶手犯案的画面甲手路，会增加社会不安，还是有样看样。认为新闻应当加宣导防卫意识，宣导说不要边走边看滑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多一份警惕心吧。对，就是不要就真的觉得好像都很安全之类，然后就不注意周遭环境。其实媒体也是导致犯罪因素滋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对，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想要去模仿，造成恐慌了。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其实也会担心到周遭家人或朋友，就是搭捷运会不会有这种隐患出现。电视受到卫生广播电视法和电视分级处理办法的规范。NCC 指出，新闻应当避免过度呈现使人惊吓的画面，砍杀暴力攻击、残酷等等的画面嘛，袂当特写着经过间接处理，袂使过度使用比伤者痛苦的影像，报道比例着斟酌避免二度伤害。针对台北随机杀人的电视新闻 ，NCC 讲已经有收到6件申诉，嘛可由媒体自律，会调新闻画面出来看是毋是牵涉违法，出来嘛会送到咨询会议再来决议。可能要注意说，不要有一些可能会对未满6岁的儿童发生不良的影响的暴力、血腥、恐怖这些情节。卫星广播电视法它是规范在第28条，那如果违反的话，那的罚则从警告到20万到200万元这样子。
针对网络的部分，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有专家指出，民众过度讨论加害者和传播，嘛会致使模仿犯增加，所以民众嘛着爱自律。政府也应当强化网络巡检和通报戒指的机制。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继续电影消息来看，金门的金城国中进行健康教育，这考试题目用词无解妥当，引起性别争议。这学校伊表示讲，已经甲出题目的老师甲改评，4档内拢袂使去做老师。讲到这校园内底性别争议是真正真济，有专家就建议讲，爱定期来检讨调查人权，嘛爱公告教师无失职的名单。金门县的金城国中，伫这群传说健康教育的课题涉及文理不当、性别争议。学校理讲，教师评审委员会决议，将出题的老师改聘，4年袂当聘任做教师。目前该校已经于上个月召开教评会议，将其解聘，而且4年内不得担任教育人员。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实施20年，不过校园性别争议依然真多。那金城国中、明传大学也问卷涉及性别文书，甲大学以后性别案有涉密的问题。立法院开公听会，针对性别案件有关调查人员专业的认定加态度机制，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避免学校误评，也个推上会流演习，了解详细的法规。我们的主管机关是不是有定期的去检视我们的人才库？这一些被移除的人有没有公告？然后有没有告知这一个当事人本身？何必论观察到，无做好保密的人，定定不是处理事件的人，而是校内其他的人。以后修法就会扩大保密原则的适用范围，让教职员工了解保密的义务。其实现在保密义务我们都觉得有点模糊，像是委员跟相关人常游走在灰色地带，有人任意对外谈论案情，造成当事人的2度伤害。那另一方面，也有人可能会用保密当封口令，压制整个当事人跟社会的讨论。参与人员一定受性平法的一个约束。那至于其他的人员，他在面对这种性平案件去做一些不当的传播，当然自然会有个资法跟一些相关民刑事的责任。朱俊江讲，教育部有定期检查调查人员的人才库，3年内爱定期会流训练，5年内爱参加调查，每年检核2遍，若无符合就提掉。若保密的责任，将会定指引或者是参考资料，向教职员甲学生宣导保密的责任义务，避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咱中央咧推动全民运动，运动部公布114年度运动现况调查。调查显示，讲咱全台湾有83.3%民众是有咧运动的，其中有固定一礼拜运动3届的民众是有来到35.6%，嘛是最近这10档以来上界多。嘛显示咱的政府推动全民运动已经有成果啊。真侪人上班规工坐咧，下班了后健身房4过会当看到骨力运动的食头路人。鼓励全民运动是运动部长就任了后头一个目标。运动部8月也公布114年国内运动现况调查，全台有83.3%的民众有咧运动，有符合一礼拜3届。一届30分钟会喘会流汗，规律运动的人口达到35.6%，这个数字是这10档来上悬的纪录。10档来女性增加8.9%，男性增加3%。近10年呢，女性运动会喘会流汗的比例比男性来得高，他们运动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健康哦，健康意识的抬头以及预防医学的观念哦，其实女性是相当的重视。以运动项目来看，这10档内室内运动增加上侪，对原本的10.7%增加到16.9%，其中以羽毛球上明显，甲10档前比增加4.2%。运动部表示，这甲国民运动中心增加，和台湾羽毛球选手摕到世界冠军有关系。未来也会参考这份报告来思考全民运动安怎转型。未来在运动部的推动过程当中，也会以一个民众的生活行为形态的一个改变，作为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轴。希望我们民众慢慢转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运动这件事情。运动部表示，根据调查，运动已经渐渐加做个人的习惯。未来政府会继续推动运动爱台湾2.0计划，协助地方政府发展县市的特色运动，增加公园运动的方便性，兼顾都市甲增加运动资源的发展。记者陈雪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雄桥头新市镇第3期计划开发面积是有到219公顷，
其中有一条60公尺宽的路，要开对桥仔头塘厂内底去，有100年历史的旧宿舍甲100外公顷的树林，拢会受到影响。这环保团体嘛，发起联署要抢救，呼吁市府甲中央来建立公开协商平台。来到有100年历史的高雄桥仔头糖厂内底，四界拢是悬大青翠的树木，民众抱练骑电动车伫园区哪西哪欣赏日本式的老宿舍。不过，这么水、有人文历史气氛的园区，才有可能会因为桥仔头新市镇第3期开发计划，要伫这开一条60米宽的路，出现保存危机。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真正唔通。一代一代安尼传落讲，哦，这都偌久建设的啊，偌久建设的安尼，有一个历史纪念品啦。民众认为老宿舍是时代记忆，唔通因为开发就来牺牲。因为新市镇第3期开发面积将近219公顷，路坡对糖厂过有100外公顷的树林可能会毁了了，加做主体建筑用地。伫咧这生活保育类黄莺、铁鸡、高面景，恐惊会受影响。环保团体发起联署抢救，即阵已经有超过2000人40个民间团体来响应。团团建议路会当斜对外规划，甲糖厂的文物、甲大国有地部分保留落来。应该超过1000丛树啊！你迄条路过会无伊啦。啊边仔的建地也都起落，差不多10万丛树啊会无伊啦。哦，所以是100公顷。哦，所以讲这条路爱先闪哦，外围较袂有即个冲突。来就是讲这建地卖去做啊！吼，你台糖的，拢国家的，就留落来就好。团团强调，桥仔头这片100外公顷的树林是北高雄平地上大的，虽然不是偌尔珍贵的树种，不过对地方的生态、治水的维护拢真重要。针对地方的建议，都发局表示，新市镇计划甲开发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负责，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甲民团的意见。记者看区教育高雄采访报道。澳洲太空总署33岁太空电子工程师，正做头一个坐轮椅的太空旅客。伊坐太空船飞到离地表100公里远的卡门线太空边界，完成伊的太空梦想。Astronauts have landed and they have touched down back in West Texas. Welcome home, crew of NS-37. 德州范霍恩发射中心迎接完成太空任务的新谢泼德号成员登来到地面。地面工作人员先伫舱门口铺一沿特殊的铺毯，为了方便这个任务的新上乘客班特豪斯。班特豪斯出现伫舱门口，现场人员热烈的欢迎。33岁班特豪斯是澳洲太空总署太空机械电子工程师。2018年第一张越野车登山意外，伤到两股神经，致使半身不遂，爱靠轮椅代步。身体障碍无限制伊探索宇宙的热情。伫 SpaceX 退休副总裁科尼格斯曼的催桥，贝佐斯纳设计员同意为伊安排太空之旅。科尼格斯曼嘛陪伴飞行，若是费用是无对外公开。新谢泼德号设计时阵，就甲无障碍设施纳入考量，为了让班特豪斯会当安全飞行，即届嘛增设方便轮椅移动的房仔，搁定做特殊的速度，互伊袂惊双脚会当固定伫个微重力的环境。班特豪斯甲外的同行乘客20坐太空舱飞过海平面顶悬100公里，互人讲是卡门线的外太空边界。规个任务差不多10分钟。班特豪斯登来到地面的时阵，看起来真欢喜。I think you should 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 right? But I mean, there's also sometimes just a low probability that it comes true, and I just got very lucky. 新谢泼德号载人次数到即马累积96届，搭载的86个乘客当中，包括行动不方便的视障，也有听障人士，另外还有2个90岁高龄的长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英国的南部有一个蒂奇菲尔德船庄，当地是有一个耶诞节传统。社区家政班的班员会替庄内铁皮桶车碰洗，甲增加高水，嘛吸引真侪观光客走来翕相。伫咧英国南部的蒂奇菲尼德村，天气是冷叽叽。伫咧条顶悬会使看到有人车碰洗作品，看起来真温暖，嘛真高水。Going for quite a while, and they bring quite a bit of enjoyment and amusement. 每一年的12月，这个有上1000年历史的钟头，拢会使伫咧4月，包括伫咧条啊、伫咧油桶顶悬，拢会使看到这款编织的作品。5花10色的碰洗，互规个街仔路看起来更加喜气，嘛是当地的传统之一。其中伫咧邮局外口，这个非常大的油桶，向砖头甲水当当。
看起来是非常的险恶。不过未来听讲要到供电帮。The people com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it just joins everybody together, and it gives so much pleasure to everybody going through. And you know, we're renowned for our beautiful pillar boxes. 耶诞节期间，编辑社团的大家做伙车碰西，姜饼、蚵、甲布拢车会出来。想到讲未来可能无法度搁继续摕油桶来装它，大家就感觉真可笑。It's the only large post box in the village, so it's only our large surface that we've got to actually be able to use. So we are, you know, we're devastated really. 在地乡亲已经发起联署，当地信托组织嘛愿意把旧的油桶买落来维持这项传统。英国皇家邮政就讲，部分的油桶会继续留落来，在地村民会使继续创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中东，即摆有流行一种沙漠露营，毋过伫咧伊拉克是认为讲即种露营是干那查甫人会当做的。后来是有业者推出这家庭露营，即摆嘛愈来愈侪查某人来参加，破这传统的观念，享受不共款的旅游方式。路野车队驶伫咧看蒙蒙的沙漠林，这是伊拉克南部的萨马厄业者伫咧3冬前引进中东地区流行的沙漠露营，互想要甲工课放咧走离开城市的人提供休喘的机会。فكرة الكشتات أو التخييم اللي هي بالبر يعني ما كانت سابقا موجودة، كنا بس نسمع بيها ونشوفها على النت والتلفزيون، أما حاليا بدنا نجربها إحنا بالواقع وبدنا نشوفها كل شيء حلو وجديد، بالعكس يعني إحنا متنفس إلك إنه تطلع من الواقع من سواء إنه أنت الشغل أو من هوست المدينة بالداخل، فبالتالي أنت شوية ترست عن نفسك。不过业者表示，在地人认为露营是查甫人的专利，所以因拄开始推出家庭露营的概念的时，真侪人无法度接受，生理拢了钱，好佳在有经落来，即马有袂少女性会来参加。طبعا كلش حلو الشعور انه اجي بالصحراء لاول مره ويا اهلي وصديقاتي وعائلتي والكل. طبعا انا كلش كنت اتمنى اجي للصحراء من زمان واول ما سمعت عن مكشات تحمست كلش هوايه. 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加叙利亚沙漠相连，沙漠旅游是新的商机，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伊拉克有超过70%的农地当咧面对沙漠化的风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6度，中部地区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5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